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8号。这一期节目咱们聊一篇文章，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冯玉军教授。文章的题目叫《俄乌战争的全球战略影响》。冯玉军教授大家都很清楚，咱们也介绍过好多次。最近他在一个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这么一个长文。冯玉军教授认为，这个俄国的核心目标是恢复帝国，对中国构成重大挑战。他这文章很长，我介绍一下。这个冯教授在文中称，要全面理解这场战争，必须将其置入更长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他这篇文章在网上已经找不到了，至于什么原因找不到不太清楚。按照通常的这个理论，有可能说对了，所以你就找不到了。在这篇文章中，冯玉军教授他举例子，他说俄国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日起，已先后发动了俄格战争、克里米亚危机、白俄罗斯事件、哈萨克斯坦一月事变，以及目前仍深陷泥潭的俄乌冲突。就是冯教授认为这些都是俄罗斯一手策划的。冯教授因此认为，这些并非孤立或偶然的事件，而是俄罗斯大战略的不同组成部分。核心目标是通过战争或类战争手段恢复俄罗斯帝国。这个不难理解，普京毕竟说过，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什么叫强大的俄罗斯？不就是俄罗斯帝国吗？或者是往日的荣光前苏联？基于刚才这些，冯教授因此提出了主要的观点。他说，第一个，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并未达成其预设目标。军事上，俄罗斯蒙受重大损失，兵力折损逾80万。俄罗斯黑海舰队几乎被逐出黑海，空天军亦遭受重创。乌克兰军队已深入俄罗斯本土，战事态势愈发严峻。恐怕无论你是看偏乌方的报道，还是偏俄方的报道，这恐怕都是事实，你不能否认呢。黑海舰队那个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现在在海底已经躺了将近2周年了吧，马上就是3周年忌日了。有一阵子这个战事比较吃紧的时候，我记得连续有多少天，俄罗斯空天军是一天一架苏34，连那个 A50 预警机都打掉3架。乌军在库尔斯克已经待了7个月了，俄军这个想尽了各种办法，都没能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所以冯教授总结的俄乌战争中，实际上俄罗斯已经失败了，没有达到他的战略目标。第二个呢，他说人们更多的看到了乌克兰的困难，但却忽视了俄罗斯在战场上已是强弩之末，漏洞百出的军工行业已经无法支撑一场乌克兰的地区性战争。这就说了俄罗斯国内实际上已经是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快要掏空了。俄罗斯现在是难以支撑他这个对乌克兰的战争。第三个说，俄罗斯的核讹诈不会奏效，俄罗斯的核武库千疮百孔，对于挑起核战争，恐怕俄国领导层也心里没数。也就是地保老人核按钮都已经盘出包浆了，他就是不敢用，没那个胆儿，他也不知道按下去到底会出现什么这个效果。这一点他说，面临西方国家的严酷制裁，使得俄罗斯国内政治局势暗流涌动，各类危机频发。天天看咱们俄乌节目的应该心里都有数，别人都不说了，就车臣的卡特罗夫就绝对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一有机会肯定要搞事。第5个说，国内积重难返的政治治理失效，经济体系腐败溃败，贪污横行，社会风气糜烂。俄罗斯不会因为有特朗普的帮衬就能实现大国复兴。这个逻辑大家也好理解，他不可能因为占了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占了个黑海港口，他就能实现复兴。俄罗斯的领土已经够大了，他也没能复兴。所以说不会因为占几个地方，不会因为特朗普向他暗送秋波，俄罗斯的经济就能起来。第6个说，这场战争也深刻改变了欧洲格局，促使欧洲国家重新团结起来，共同抵御俄罗斯对欧洲安全的历史性威胁。关于欧洲，那就是一言难尽。这欧洲确实给人感觉他们现在意识到了俄罗斯的威胁，知道乌克兰如果失败，那他们欧洲没有任何安全可言，美国基本上指望不上。也就是美国到时候他可能摇摆，那从这个底线思维考虑，那欧洲应该武装起来，自己保护自己。但是欧洲这么多国家，每个国家各有各的难处，每个国家国内各种势力、各种思潮也是错综复杂。特朗普、马斯克的这些言论对欧洲的很多派别、很多国家的那些势力也有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正义的道路未必是一帆风顺。所以欧洲要团结也不是一句话的事。欧洲被美国保护了80年，很难从美国的保护伞下走出来，心理上的依赖就难以割舍。欧洲的民众现在是什么一个态度？有没有会意识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些举动，有一天全欧洲人无论你是在哪儿，都有可能会遭受。欧洲现在的高福利以后有
有可能要跟俄罗斯人民一样过一样的日子，他们愿意吗？当然不愿意。但是群众的目光它是短浅的，他只会看现在，而且有情绪化，要不然特朗普也不可能上台。这美国就是这个情况。冯玉军教授说，他说俄乌战争下中国面临的挑战方面，他列了几个方面。第一个，他说俄罗斯在获得伊朗、朝鲜等国支持的同时，亦试图挑拨中美关系，加剧中美矛盾，以借此经常脱壳，转移自身的战略压力。这个咱就不说了，俄罗斯的挑拨那是无时无刻，一有机会就要给中国找点事。本来大国在南海那儿就搞得有点压力比较紧张，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给菲律宾卖布拉莫斯反舰导弹，要去越南帮他在南海开采石油，要扩大，还搞核电站。越南跟俄罗斯没有什么合作，一年好像只有几十亿美金。南海那地方是有争议，实际上就是俄罗斯要跑到那儿去放火。冯玉军教授说，第二个，他说如果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取得胜利，一个崛起的俄罗斯帝国可能重新出现在中国周边，改变欧亚地缘政治格局，这将对中国的地缘安全构成重大挑战。这个就是我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这3年毫不动摇，我们的立场就是俄罗斯必败，俄罗斯必败之后必然它会自我瓦解，也就是被肢解了。俄罗斯的肢解对大国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这个观点跟那些黄俄那是截然相反。黄俄要抱俄爹的大腿，那有人就说了，那俄罗斯胜利了对咱不好，那俄罗斯不胜利也不失败，就维持这个样子跟乌克兰去消耗，然后吸引这个美西方，减轻什么大国的战略压力。这个想法啊，实际上是非常叫肤浅的，这叫夜长梦多。如果说你让俄罗斯跟乌克兰耗着，他总有一天啊，他不耗了，就像一旦遇到个什么机遇，比如说现在的特朗普向他伸出橄榄枝，他立马就投靠过去。陆军教授说，他说第三个，他说美国加速在中国周边地区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多形式、跨区域的印太同盟体系，旨在加强对中国的威慑力。说特朗普上台后啊，美俄关系的加速重启将对中国的国际环境带来重大冲击，这也让一些人联俄制美的打算彻底落空。加特老师是指望着普京高举反美大旗，其他的国家围绕着普京的周围，在普京的带领下一起反美，大家都不陌生。胡锡进老师也这观点，结果地包老人他叛变了，带头大哥叛变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康奇的叛变了，居然跟特朗普眉来眼去。那现在作为礼物把伊朗已经马上就卖掉了，什么时候卖朝鲜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了，地包老人为了更大的利益，最终是要把更有价值的要卖掉，作为投名状，作为筹码，要跟特朗普交易。这个最后冯玉军教授总结说，传统的丛林法则、权力政治的地缘政治观念已难以全面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阵营对抗的思维模式同样无法引领中国走向更加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因此他说，我们必须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调整和优化大国的对外政策。这也是我经常说的，大国对俄乌的态度是慢慢在转变，也不能说是转变，实际上我对这个大国的很多政策是意见比较多，国内政策具体到俄乌这一块，实际上我觉得也说不出什么个所以然。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好像没有更好的选择，在处理俄乌战争，你说大国到底应该什么政策？所以他最后只能是目前这个现状，叫中立，但是有底线，跟俄罗斯做贸易，但是不给武器，这就是底线。然后虽然不给武器，因为这东西比较宽泛，对西方来说，对乌克兰来说，你光不给武器还不行，你给的东西它能生产武器或者转化为军事实力，这都不行。所以这东西比较模糊。但是一方面你要加大贸易，那就难免就会引起美西方或者乌克兰方面的抱怨。在这种压力之下，你看大国它也调整名单，对很多东西进行禁运，就是你美西方说的多了，那行不让出口，比如机械，比如发动机，那个禁运的名单列了140多页。大家都知道俄乌战争现在无人机是主流，现在无人机它的作用怎么这个强调都不过分。大国对无人机是不是做了2版这种禁运呢？进行这个限制，这是对俄罗斯的态度。但是你从外交上面或者政治上面，你感觉好像是支持俄罗斯的，实际上这就叫口惠而实不至。类似于说吴山县就是一个修辞手法，这是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好像这国家不
不存在，媒体也不怎么报道。乌克兰一直作为一个从属这种，说到俄罗斯的时候，顺带提到了乌克兰。那因为俄罗斯在打乌克兰，在咱们的宣传里面没有乌克兰。实际上，大国跟乌克兰之间的合作那是非常多的。就到现在，乌克兰20%到25%的粮食是出口的大国，大国一直是乌克兰第一大贸易国，一直坚持到现在，只不过是有意去刻意淡化这种关系。乌军使用了那么多无人机，有至少零部件，那都是从哪儿流过去的？由于这种地缘政治关系，这种大国不可能跟俄罗斯翻脸。你要一翻脸，相当于矛盾焦点就集中到大国了。尤其是在美国和大国之间，现在是这么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大国如果拿俄罗斯当投名状，美国能接受吗？我想这个大家恐怕心里都有数。那所以你看这么一分析，大国他没得选，就这么一个态度。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要调整？你看这个普京现在跟特朗普眉来眼去的，很有可能成为特朗普叫联俄之中一个棋子。那大国这个时候就要跟欧洲和乌克兰要越来越火热。所以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这就是一个动向。我在节目也介绍了，大家也知道，自从特朗普上台以后，特朗普对乌克兰采取的是极限施压，尤其是上一次白宫里面发生的争吵，我记得胡锡进老师兴高采烈的说俄罗斯熬出来了，简直比胡锡进老师当年参加高考恢复高考考上大学还要兴奋呢。然后进一步含沙射影的说中国一些学者说俄罗斯必败，当然了，这些都是受当时特定环境特定条件下受了误导。你看俄爹现在站起来了，跟美国好了，马上迎接胜利了。然后以胡锡进为首的这些头部黄俄开始嘲笑讽刺冯玉军这样的一批教授。冯玉军是中俄关系专家，不是像咱们这样的自媒体，也更不是胡锡进那种雕盘负责叫好的，负责带节奏带头鼓掌。冯玉军教授作为中俄关系的专家，他的观点一直非常鲜明，从头到尾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自从俄乌战争发生以来，他这种观点跟咱们国内网上这个观点那完全是不一致。因为咱们国内网上那是俄罗斯必胜，乌克兰惨败。因为咱们的主流刚才已经说了咱们从政治上、外交上、宣传上似乎是站俄罗斯的，做到了口惠而实不至。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之初，冯教授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旗帜鲜明的说俄国虽然强大，却因不尊重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且在有了美西方支持的乌克兰面前，很难取得战争的真正胜利。这个结果大家知道，这个文章一出就被那些黄俄把他骂成了美狗、卖国贼、直人、汉奸这个学者。我记得冯玉军教授还发表过一篇文章，他为了教育这些黄俄，用历史用事实说话，所以他的文章名字叫与俄3次结盟，中国损失巨大。我记得这文章我也介绍过。冯玉军教授说因苏联对中国文化的极强的单向性交流，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其极端化、二元化的思维，对国人影响极大极深。二元化不就是二极管吗？二元对立，并总结了俄罗斯民族心理6大特征，即矛盾性和极端化、宗教化的俄式人道主义、非理性、共同性、苦难意识以及受害者心理和排他性。最近冯玉军教授还再次发文阐述了其所认为的俄罗斯文化之特征。俄国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对外部世界的极强的敌视，对掠夺领土的无限渴望，对寻求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的冲动，以及东正教、弥赛亚思想等等。从杜金的言论就一览无余。杜金认为只要这个符合俄罗斯利益，那这乌克兰就要被吞并，什么黑海就应该成为俄罗斯的内湖，一点都不掩饰某条河以北都应该作为缓冲区。当然了，为了因为最近俄罗斯被俄乌战争拖的已经非常虚弱，鼻青脸肿的需要某大国的支持，所以杜金他也把他这个理论给改了一下。我告诉大家他这个改是暂时的，是务实主义，因为他现在弱，等到俄罗斯哪一天强大了，把乌克兰吞并了，实力大增，这个时候他的理论要改回去，就是某条河以北还得做缓冲区，这个是刻在他骨子里面的，怎么可能改得了呢？狗改不了吃屎。我想这个冯玉军教授他的这一篇俄乌战争的全球战略影响，尤其是对大国的影响，恐怕是说中了事实，就像提前揭晓了答案，但是考试还没开始，那怎么办？那只有把这个答案得让它消失。所以这篇文章因为答案提前揭晓了，特朗普最近的表现，普京的呼应，实际上已经预示不
不管俄乌战争是怎么走向，美俄之间关系那是绝对是直线升温。特朗普对乌克兰采取极限施压，不仅断了军事援助，还断了情报共享，而且还在乌克兰背后捅刀子，找到泽连斯基的反对派，对吧？鼓动他们反对泽连斯基，要进行选举，实际上就是在乌克兰找出乌克兰的汪精卫，你不就这个意思吗？然后瓦解、消解乌克兰的抗战意识和斗志。特朗普这一招非常损，非常坏啊！那他这么做目的是什么呢？要逼乌克兰屈服，他要急于在俄乌这儿停火。一，为了拉拢普京；二，节约美国的资源和经济实力，也就是在俄乌战争这儿，美国不要再花精力了，你这儿消停，不仅经济上节约，精力上面他也节约，这样好集中精力啊，跟迪波老人两人联手来遏制大国。这个恐怕是特朗普的想法。至于乌克兰受不受损失，得不得到公正的和平，这不重要。对特朗普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虽然特朗普在西方舆论的压力之下，也惺惺作态，说什么要对俄罗斯采取什么制裁，这些还是他的言行，还是要看他的行动到底怎么做的。特朗普很有可能是小骂大帮忙，对俄罗斯对普京。在这种背景下，大国如果在外交上面、政治上面、宣传上面还在倒向俄罗斯，即便是可惠而实不至，这也不行了，应该及时转向。怎么转向？我个人观点，这是供大家参考。我分析要加大对乌克兰的经济合作，同时要加大对乌克兰的宣传，至少两边平衡。我们有一种错觉，网上我们所接触到的黄俄特别多，你在生活中，你在单位，尤其是国企事业单位机关，那全是黄俄。我想大家都深有体会，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回事？根本就不是。我想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心一下，正义之光应该人人都有，那为什么全是黄俄？还不是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这种背景下，黄俄安全，支持俄罗斯安全，这像你支持俄罗斯就像一个通行证，无论你是干什么的，无论你的身份、你的收入、你的级别都不重要，只要你是支持俄罗斯的安全。即便像冯玉军这样的专家，他唱空俄罗斯，支持乌克兰，支持正义，那他也不安全，对吧？文章被删掉，遭到谩骂攻击，所以说基于自我保护，很多人就变成黄俄，但他内心深处真的是黄俄吗？不是。这种现象应该改，让民间有一种自由的表达。关于俄乌战争，要让老百姓，要让网友明辨是非，知道什么叫正义，什么叫道义。现在特朗普和普京两人一合流，这黄俄的脸是打得啪啪响。这些黄俄以前支持俄罗斯，他们的底层逻辑就是反美，支持俄罗斯是为了反美，因为美国打压咱们，那俄罗斯打压，俄罗斯跟美国对着干，所以我们要支持俄罗斯。那现在好了，俄罗斯和美国穿一条裤子了，你再支持俄罗斯，那不就是支持美国吗？一边支持美国，一边反对美国，这不就乱套了吗？国内有很多平台，自媒体平台，你只要一说俄罗斯要败，立马你这节目就发不出去。即便你发出去了，你下面一堆黄俄。如果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这种宣传出来的都是一些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人，这个是一个民族的不幸。就是这些人，他因为他是非不分，没有道义，他只以立场说话。那么今天他是你的力量，是你的依靠，明天就是你的掘墓人。所以说无论是谁培养这样一股势力，刻意的，对吧？降智宣传，导致这样的群体越来越大，实际上是不安定、不稳定的因素，必然会深受其害。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